就来看这件，这是极地超马的好手陈彦博。今年的9月到非洲的肯亚参加超级马拉松的比赛，摕到冠军。了后公营回国，赛车到日月潭出差。伫个环湖公路过弯的时阵，有一台修理车跨过双黄线，驶逆向，直接为伊冲过来。陈彦博惊一个半小时，赶紧甲韩道路赶倒边闪过，讲差一点啊，恐惊就弄死了。头前的修理车超过双黄线，驶小对象冲过来。我为什么让开？我白痴哦，可怕哦！他怎么逆向啊？他睡着了。险险啊，甲修理车对撞的驾驶甲乘客是惊甲嗨气，啊那赛车的驾驶就是极地超马的选手陈彦博。当时看到驶小对象的修理车反应时间短，赶紧动作闪去倒边，险啊就要弄到，嘛互伊惊甲叫歹话。伊嘛伫咧 IG 的 story 分享惊险的画面，佮讲去日月潭出差，险啊互驶小对象的车弄死。这个地点就伫伊达邵上宽附近，这个宽潭道路拢是双线道画双黄线，因为是山路，所以路无啥宽。当时伊开车过一个弯，随撞到驶小对象的修理车，这款的紧急状况，一般的人是真恶反应。你开车的人要很慢，我们假设是尽量骑自行车道，那没办法就尽量避旁边。一路骑过来，那个观光客也其实蛮多的。陈彦博今年9月，伫咧总距离230公里、时间5天的非洲肯亚超级马拉松比赛中摕到冠军。比赛时要面对多变气候、高海拔甲多元的地形考验，部分的赛道阁会当着驶或者是抢，随时都要保持警戒。若陈彦博安怎嘛想袂到，伫咧非洲闪野生动物，转来台湾阁爱伫日月潭闪驶小对象的车，互伊是惊甲破胆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